听起来是塑胶蛇。来哦，人讲东山出名好，台湾出道蛇，台湾五道。你若要塑胶蛇呢，蛇年的时阵呢，要卖互大家来订报就对。啊，不过免紧张，已经修炼成仙，所以你无杀生的问题，真方便，就会当摕去食来一只一尾，爱10000块无免，爱5000块无免，爱500块无对，一尾500块啦。来啦来啦来，有人要吃无啦？水哦！人讲吼，话人拢袂杂细啦，物件济好讲价，有人要讲价无？两尾做讲算你500块，安尼好无？来，你来看，这蛇吼，青蛇，嘿，青蛇吼，九月3毛哈，你看。哇，安尼敢若袂丢啥咧？那你啊寒的时阵，你就来围起来哈，你看。哦，就温暖的，就温暖的。兼西裤，你看卖，有好看无？真好。拿条爱身躯底，上无爱5000。拜托诶，头家你这尾蛇遮细尾着迄下袂调，啊无啦，迄是人棍伤错了啦，不是蛇的问题，迄毋是蛇的问题。就是一尾卖500，嘿，一尾500，一尾500，两尾3000嘿。好。你也要算小妹啊？啊，我有围过啊，明星围过就加一杯啊。这3000啦，这伊围过30块啦，好无？买这价这啦，好无？安尼我拍一个捧仔咧。